如果你冇親身去捱過一場大病，你冇喺夜深人靜嘅時候，一個人喺病房裏面睇住支吊針滴答滴答，你亦都冇體驗過乜嘢叫做呼吸都有沉重感嘅嗰一種無力感，你就唔會明白我哋曾經拼盡全力去爭取翻嚟嘅嘢，其實都係可有可無。有時賺少啲錢冇咩所謂嘅，銀行裏邊你就算有再多嘅存款，都換唔到你瞓一覺好嘅覺。就算我哋超越咗同齡人，亦都唔代表有咩面子或者叫有咩優越感啊！因為喺健康面前，呢啲嘢都係不值一提。其實人哋唔中意你有咩所謂啊？人哋喺背後討論你更加冇乜所謂，因為別人嘅眼光從來都唔係你人生嘅度量衡。身邊有啲朋友得咗一場大病，喺做手術之前，佢同自己講，如果可以好得翻嘅話，佢願意傾家蕩產。我亦都見過有啲老人家中咗風嘅，佢哋最大嘅人生願望就係自己可以好翻，然後自己企翻起身，幫自己斟一杯水。當人面對嗰一刻嘅時候，所有對錢嘅計較都顯得幾咁蒼白無力。只有到咗瞓喺病床上面嘅時候，可能先至會發覺乜嘢錢啊，乜嘢別人嘅期待啊，都係錦上添花嘅。而健康嘅身體同埋暢順嘅呼吸，先係人生堅實嘅底色。要知道，人生唔係一場只係靠衝刺嘅短跑，而係一場需要講堅持嘅馬拉松。圓滿唔在於人生擁有幾多，而係可以擁有健康嘅身心，可以慢慢咁去過你嘅日子，慢慢咁欣賞沿途嘅風景。聽到呢度嘅時候，係咪你都終於明白，健康嘅身體係比乜嘢都更加重要？